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初4，诗篇9篇20安尼讲：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。至高的上帝啊，我要称赞你的名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因为你欢喜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大搁通敬畏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。主啊，阮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阮的嘴要宣扬你的公义，阮的舌要学习你的慈爱。主啊，阮同日称赞你，也要高举你的圣名。主啊，地上一切拢无法度互阮有永远的快乐，世间的欢喜拢无法度互伊补偿，只有你是阮永远的喜乐甲愿望。所以，阮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。至高的上帝啊，阮要专心来称赞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大搁通敬畏的上帝，伊是值得咱逐时逐刻来学习甲称颂仁爱甲公义的主。伫咱每一日，咱拢要来到伊面前，因为伊来欢喜快乐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